大家好，我係蔡師傅啊！今日咧就嚟到咧零限天地啦。咁今日就參加咗呢個咧青年老班選舉啦。咁啊咧呢個比賽咧就你係需要面試2輪嘅。咁啱咧就面試第一輪咧就係你有2分鐘嘅個人簡介時間啦。剩低嘅5分鐘咧就係有3位評審咧，就一個評審咧就會問你2條問題嘅。咁總共就問咗6個問題啦。咁就係會根據翻你咁啊喺個人簡介嗰2分鐘入邊嘅嘢咧嚟問嘅。咁都問咗其他參賽者咧，咁基本上大家嘅遇到嘅問題咧都係唔同嘅。咁所以咧就係要睇現場嘅個人簡介去講嘅。咁第二輪咧就會有2個環節嘅。第一個環節咧咁有10位評審啦，咁每個參賽者咧都會問平均2個問題到啦。每個人咧有差唔多分半鐘去講解啦，咁都係關於一啲工程嘅施工上面嘅一啲管理嘅問題嚟嘅。第二個環節咧就係咧你係需要做一個小組討論嘅。咁我哋今日收到嘅題目咧就係你可能喺港鐵嗰度咧做啦，咁喺室內嘅。咁你係需要有啲咩工程嘅管理方法，同埋應用一啲新嘅一啲AI 技術又好，MIC 啊，有啲咩創新嘅科技咧係應用喺呢單工程咁啊，而且令到間工程咧係可以順利咧去執行到嘅。咁個比賽啲確實係比較困難嘅。大家分享咗多啲比賽資訊咧，大家嚟再參加啦。拜拜。